你有冇試過日日做到癲，但年尾一睇好似乎都冇變過？問題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根本用錯力。真正決定你能夠行幾遠嘅，從來唔係你做咗幾多嘢，而係呢三種力量。第一種力量叫執行力，即係馬上就做嘅能力。好多人會諗、會 plan、會收藏，但就係唔會做。你知唔知點解好多人嘅 to-do list 永遠做唔完？因為佢哋做嘢嘅目的係為咗睇落好忙，而唔係為咗搞掂件事。執行力嘅核心唔係做得快，而係做得準，知道邊啲事值得即刻做，邊啲係假動作。第二種力量叫認知力，即係睇清方向嘅能力。你見過好多人跑得好快，但方向錯晒，最後跑到去死胡同。認知力決定你識唔識分辨邊啲係大勢所趨，邊啲係人云亦云。好多人嘅選擇唔係因為啱自己，而係因為大家都咁做。跟大流唔係穩陣，係懶。真正嘅認知力係你敢喺一堆聲音入邊聽到自己嗰把。第三種力量叫心力，即係扛住壓力嘅能力。冇人會一路順風順水，但有啲人一遇到挫折就收皮，有啲人就算跌低都會再企翻起身。心力唔係叫你死撐，而係你明知好難、好慢、好孤獨，但你仍然頂得順。好多人以為自己好努力，但其實只係做緊三件廢事：做嘢為咗睇落好忙，選擇為咗隨大流，努力為咗感動自己。呢啲全部都係應付式人生。表面上你好勤力，實際上你只係喺度應付焦慮、應付壓力、應付人哋嘅期望。真正會向上行嘅人，佢哋唔係最忙嗰啲，而係最清醒嗰啲。佢哋知自己做緊乜，為乜做，做成點先算數。佢哋慢少少冇所謂，因為佢哋行緊啱嘅路。佢哋笨少少都冇問題，因為佢哋肯用時間去理解、去沉澱、去驗證。清醒同埋骨子裏嗰股頑固，先係你真正嘅護城河。執行力、認知力、心力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有執行冇認知，你只係一部快速運轉嘅機器；有認知冇執行，你只係一個精明嘅旁觀者。有執行有認知，但冇心力，你只係一個玻璃心嘅夢想家。只有當三種力量交織埋一齊，你先會成為一個真正踏實向上、不斷生長嘅人。唔好怕自己慢，唔好怕自己笨，最怕係你一直忙，但從來都唔清醒。如果你而家開始懷疑自己係咪做緊無用功，恭喜你，懷疑本身就係清醒嘅開始。停一停，諗清楚，再出發，